来继续来看台中市的人口数破280万人，是全国第2大城市。有车的市民是真多，讲登记伫台中市的车辆高达106万台，但是台中市的汽车停车场只有13万3000个，真明显，这个停车位严重不足。想要伫市区找一个停车位是真为难，所以台中市政府鼓励市民把私人的土地提出来起停车场，市府嘛甲补助金提悬到上最350万。 伫台中市的指标道路开车找车位有偌哩困难呢？咱来看卖，这沿路所有汽车停车格拢停满啊，换一条路找40外里，同款嘛是无车位。这附近非常难找啊。对，非常不够。来台中停车，你觉得方不方便？应该不太方便。台中市的人口数已经突破280万人，是全国第2大城市。这台中市民有车的比率非常高，因此真歹停车。 登记在台中市的车辆呢，就有106万辆，但是台中市的停车格却只有13万3000格，明显不够。为了增加停车格，交通局提悬停车场设置奖助办法，投资起停车格20个以下，相关是补助80万；20个以上的原本是补助1/2，即马增加到2/3。若是愿意提供免费停车3档以上的，就专业补助，上限是上悬350万。 我们就希望说一些闲置的私人空地啊，可以拿出来做使用，所以我们就去修正这个法规让增加市民的那个意愿。交通局强调，提悬奖励措施是鼓励无咧使用空间会当活用，嘛希望讲会当疏解台中市区停车位真歹找困境。